后来其实这个屏东为昨暝开始就风雨交加，这个大丁桥卡当咧做疏浚的工程，有2台沙石仔车4个人，因为溪水突然间中大水掉入迄个所在，直升机紧急出动吊挂救援。虽然已经来解除着风台警报，也毋过恒春半岛也是来透着8级的阵风。 恒春自半暝直直落雨，雨水阁对厝顶直直流落来。风咻咻咻，直直咧吹，连椰子树拢强要制载袂掉，对咧摇。邻家厝外口的电火也未复修，海来海去，强要风吹走。 雨水比袂过落雨的速度，一透早外口的能见度增加。圆规风台虽然已经解除海上警报，不过外围环流的影响犹原真大。垦丁园区的各个沙滩能出现2米以上的一个浪高，那所以各个沙滩我们还是会插设红旗。国境之南自昨开始落雨，恒春半岛地区出现8级的强阵风，局部地区强行过到10级。 透早地区受乡大丁桥卡，阁有沙石仔车掉落的以外，4位民众拢掉伫沙洲边涨起来溪水，拢是窜流。民众看甲直直流唱歌，嘛赶紧出动直升机来救人。唔惊风雨，豆豆载运，救援人员准备前往进行吊挂。 先讲甲3个人救起了直升机，另外1个人是现场的怪手，载到安全点。过程会使讲是真惊险。我们立即请求那个空勤队支援，那也协调那个当地的怪所来进行抢救，顺利的将4名受困者救出。这2台沙石仔车当时是来进行工程，想袂到溪水煞汹汹涨起来，所以就掉伫遐。不过好加载人员拢无受到重伤，拢真平安。